感谢主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咱阁来到主的圣日。伫这个圣日啊，咱三甲组织伫遮三甲来敬拜主，多谢上帝，搁再看顾保守咱经过一个礼拜。伫这礼拜当中，咱仍然会享受上帝的同在，上帝供给甲伊的看顾甲保守，感谢主。咱属神的行礼，实在是真有福气。虽然咱毋知影明仔日会拄着什么代志，但是咱知影上帝是掌握明仔日、掌管明仔日。咱无一定需要明仔日的阳光，咱可能毋知影明仔是雨天、落雨天，还是阴天，但是咱知影。听咱的上帝永远活着，伊无离开咱，伊常常甲咱同在。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安慰。感谢主伊听咱是听咱到底。无论咱伫世上拄着偌大的困难，什么款的问题，咱拢有法通借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咱所要的向神讲。上帝赐托咱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要伫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感谢主，咱这个是三甲伫遮敬拜主，求主甲咱同在，借着伊宝贝的话语来安慰咱，来帮助咱，互咱有盼望、有信心，坚固咱的信心，奔跑水面的道路，行到路尾。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筒，感谢你的供给，阮的一切，上帝你拢知影。上帝，你会听永无改变，你是过去、现在、到将来永无改变的上帝。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权能，永无改变。感谢你，我如这位。慈爱的天父，常常甲阮同在，这是阮偌大的福气。特别是伫灾难当中，你阁较是阮的力量，是阮的盾牌，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阮感谢你，上帝啊！今仔早起这段敬拜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阮。互阮知影，阮的所相信的这位上帝，阮的主救主耶稣是国活的主。靠着伊得胜死亡，阮也是靠着伊来得胜。多谢你，主啊！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继续来带领阮、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生子孩子。
位的兄弟姊妹平安。你知影本主日是虾米特别的日子啊？是纪念主耶稣对死来复活的大日子。这是一个充满着喜乐、盼望的日子，因为耶稣对死来复活带给咱盼望，带给咱将来有迄个永远的盼望。感谢主，这是咱做上帝的行里一个最第一大的福气，就是关于咱对死来复活。主耶稣死来复活，咱也是有一个这款的福气。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是一个真调皮的囡仔，伫10岁以前啊，我对这个生命有一款的思想叫经历啊。我捌去跋落去，将个水沟内面河内面欠淡薄死，好在有人将我救起来。伫我生命的时阵，拄着即款的代志我感觉这是上帝恩典。搁再有一摆，伫阮的大乡村的对面，有一座佛庙是即个尼姑，真侪尼姑住伫内面的。因伫内面伫咧做跩佛事伫咧做跩代志，踮遐咧修身养性即款尼姑点的所在叫做庵专是为着跩尼姑尼姑就是女的和尚伊伫内面咧徛。我记得有一摆我去即间乡村的对面的即个佛庙，去咧行咧看咧看风景才看到即个庙的边头即个庵的边头有一个墓，佮冰大的墓。我行过去，看到边头有一坑，一个洞，我真好奇啊！这内面毋知藏什么物件咧？我就家一个钻入去内面只让我家己尔定。内面是暗蒙蒙，无看到半项夹手无看到砖头那么我入去时阵，我目睭缺一下句，搁再踢开，就小看到内面的情形。内面涂骹咧摆满了真侪红，我红内面有骨血也有看到一根骨头原来听到人讲即个墓内面是为着迄尼姑死了将血化还是将骨头放伫内面哇，内面的空气真无好真无好你搁待久伊会去翕死但是我看到犯罪红的时阵想着这个人死伫内面，死了佮放伫内面所以想到这项代志想到人死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死那么死后为什么互人烧火化，或者是将伊的身尸徛伫内面这一生一世就定定住内面咯，真可怜哉难道这就是人的结局吗？那死后，佮想讲人死了后要去倒落最细汉的时阵就有即款的思想有时我看到一间乡村的人走去墓咧，因家己的墓拍咧伫咧口，家己一个人。虽然即个墓内面的死去一个尸体久咯，有时会看到拍伫遐伫咧口，有时喙内面在念一项什么物件袂好听，但是看到口拿念还是咧少念伊会过去的丈夫，还是什么款的人为什么会死死了后要去倒落？
是毋是人的结局就是伫墓内面咯呢？后来大汉啊，过来即边咯，即听着有传道人伫咧讲啊，伊说咱人吼伫世界顶吼，会拄着真侪代志千变万化，科学的进步，逐项伫咧改变。即个世间有三项代志无法通改变的，什么三项代志呢？头一项就是罪恶的问题袂改变，第二项就是痛苦的问题袂改变，第三项就是死亡袂改变。将伊的话摕来想摆咧，实在是安尼啊！因为从古早到这哦，世界真侪所在各国皆有罪恶啊，而且愈来愈严重啊！真侪骹区内面的哦，骹区无够大啊，人满之患啊！说落来痛苦，人伫这个世上哦，拄着偌侪问题，会心内痛苦，家庭的问题、生理的问题、互人攻击的问题，死亡，还是有人拄着车祸、拄着失事，灾难，天灾人祸临到的，伫伊身上的，因伫遐痛苦，伫咧艰苦心。所以人世间啊，有痛苦的代志。第三项无法通改变，就是死亡啊！逐所在皆有死亡，真侪所在皆咧伫墓地咧，种咧墓地咧，真侪在仙山墓地结满，着个开新的墓地墓园。所以咱看人生活伫这个世界人无法通，人类无法通改变，就是科学真进步，也是无法通改变罪恶、痛苦甲死亡这项代志。那么有一个救主来到世间，要来叫咱解决这三项代志，就是耶稣基督。咱今仔日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对死来国活赢过了这个死亡这项代志。感谢主，求主甲咱同在借着今仔日的信息，带互咱永远的盼望带互咱希望，带互咱信心，带互咱力量，来抵挡咱伫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问题。顶礼拜咱讲到主耶稣最后一礼拜伫这个耶路撒冷咱顶礼拜讲到耶路撒冷耶稣骑着一只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时阵真侪百姓伫遐欢呼，几落万人伫遐，因为迄个时节拄好拄着犹太人的季节节日叫做逾越节，真侪人去遐敬拜，去守这个节。耶稣拄好入去的时节再个捌耶稣话，看到耶稣行神力奇事再个看到耶稣骑迄只驴去，伊就想到真侪人想到旧约的迄个弥赛亚的降临的代志，所以伫遐欢呼伫遐哈利路亚，伫咧赞美上帝。但是有一帮人法利赛人却是反对因安尼做责备耶稣，那无禁止因做这项代志咱刷落去今仔日的主要集中耶稣顶十字架受苦，一直到伊国活一段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3章26节到43节到24章第1节到第8节这段经文。圣经甲咱讲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什么目的呢？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伊来的时节，耶稣还阁未顶十字架以前伊就吩咐
伊也是提醒，伊讲伊啊来到即个世间啊，要互人陷害，然后要掠去顶十字架，3日要搁再活。所以啊，耶稣伫进入即个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吼，伫即礼拜当中拄着一件代志，就是伊开始入来的时阵吼，是亲像即位君王骑一只驴啊，毋是骑马哈，骑一只驴进入的时阵，真侪人伫咧欢呼欢迎伊。后来佫拄着即个咒诅即个无花果树甲洁净圣殿的代志，也佫犹太人的跩领袖来邀议耶稣的官兵，也佫讲到主耶稣交伊的12个门徒，你咧守逾越节，也是最后的晚餐。后来因佫出来，克西马尼园伫遐伫咧祈祷。耶稣伊3摆伫克西马尼园伫咧祈祷，3摆拢是烧香。讲啥物呢？耶稣讲：上帝啊，若有法通将即个苦杯啊撤去、刷去，毋通互我接受即款的苦杯。耶稣讲的苦杯是啥物啊？就是耶稣的受苦，互人鞭拍，互人刑罚，真严重的刑罚，最后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活活钉死伫十字架顶。即项代志是即款的苦杯，是即款的痛苦啊！但是耶稣祈祷上帝啊，爸啊，若有法通将即个苦杯摕去啊，能互我接受即款的苦杯。但是毋通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上帝，你若爱我接受即个苦难、即个苦杯，我愿意遵照你的意思，连连3摆安尼祈祷。最后，伊出来的时阵，叫门徒组织的时阵，怀兵丁啊就来咯。即个出卖耶稣的即个犹太带兵丁叫一家宗教的领袖啊来掠耶稣。就看掠去受审去即个公会的受审佫掠来互即个比拉多甲即个希律王来受审判即个巡抚即个巡抚就是即个大官，然后佫伊无即个还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拄好。伫耶路撒冷，伊就将即项叫即个交托即个希律王，但是希律王说伊无伊的权限，反正佫继续交托比勒多所以伫第拜5的时阵拜4因暗暝因着守逾越节，就是最后晚餐。到拜5的时阵规暗通宵祈祷，然后到拜5早起就劈掠去审问。然后鞭拍用各款的酷刑最残忍的刑罚用伫耶稣的身顶，甲伊鞭拍、皮肤去破去流血着伤对头脚骹这着伤非常的凄惨。然后叫伊扛一个十字架。所以第23章路加福音23章的26节。安尼讲伊说耶稣就带到就跩人就将耶稣带耶稣出去的时阵，扛迄个十字架。然后有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对乡下来因就掠迄一个古利奈西门叫伊代替耶稣扛迄个十字架。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伫头前，才伫缀耶稣行去倒落行去到各各他迄个所在。各各他只是一个山，伊迄个山的形象较咱一个人的骨头哩所以是一个较咱骨头的山伫遐。所以耶稣伫遐扛到迄搭去。
敢若是耶稣咧需要互人，需要一个人代替当扛迄个十字架，因为伊规日吼，拢无休息，并且互人用迄个最残忍的刑罚来鞭拍伊的身躯，流啊真侪血，真侪伤咯。伊身躯已经挡无法咯，支撑无法咯，挡袂牢咯。所以这边头这掠一个人来代替，叫伊这个扛耶稣的十字架，就用一条行去。行的时阵，圣经讲吼，有真侪人吼，咧跟底耶稣直行。边头有一工来看老烈的吼，一工妇人人吼，伫遐看到耶稣，伊捌跩人妇人人吼，在是捌耶稣，甲耶稣有做阵的时阵吼，可能帮赞因跩人跩妇人人吼，伫遐咧哭，嚎啕痛哭。耶稣转身来，就对跩妇人人讲啊。伊讲耶路撒冷的如子啊，毋通为我来哭，着为恁家己甲你的囝儿啊，为着恁的儿女来哭啊。耶稣讲安尼啊，那个主耶稣伊受苦要通掠去钉十字架，伫即个路顶的时阵，伊知影要去的。是最痛苦的所在，钉十字架。但是伊看到跩人伫咧哭，耶稣倒来安慰因伊顾念的毋是家己的痛苦，耶稣想讲的毋是家己的痛苦，你是想讲耶路撒冷将来会拄着一项大灾难，会临到因，伊犹为因的流目屎。伊想到跩耶路撒冷被毁坏，城市被攻破，真侪人被杀害，将来有罗马这帝国来侵略因，来攻破因，所以耶稣来安慰因，伊所盼望的，毋是要得到百姓人的同情啊，乃是要同情伊的百姓啊，同情因为什么无要悔改来认罪啊？来相信接受我，所以百姓来认罪悔改相信我，因就会拄着跩大灾难、跩痛苦啊。所以伊讲百姓若无悔改啊，因将来要拄着的是真可怕的灾难。那么耶稣就直直行到十字架顶，因就将耶稣掠去顶。这个十字架是咧刑罚怀做得重、做得犯大罪的人，掠去刑罚。两边的手担大铁担，这样定单腿直直脚下直直担，连咧叉咧，然后骹咧合咧，这个担铁担，然后规个身躯的重担，甲夹起来，规个甲底起来。十字架徛起来，伊规身会重担载伫迄个叉头顶，河顶会痛苦啊！下骹真侪人咧耻笑，咧笑咧嘲弄伊，咧讥笑伊，甚至咧骂伊，有诶咧将伊诶衫裤落去搬，看上爱得着。所以耶稣伫遐。伊看到跩人所对伊所做的跩代志耶稣向脚头向天父祈祷，伊讲天父啊，求你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因毋知影。耶稣讲即句话时阵，也是应验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啊，因为预言讲伊说伊要担当真侪人的罪过，又搁为着跩罪犯来代求啊！你看，为着跩犯罪人来祈祷，耶稣无羞愤因，
反倒为因来祈祷，求上帝赦免因，何等伟大的疼！伊的疼叫世间人无送啊，是牺牲的疼，无受份的疼。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跩罪，当时的罪人来代求，也是为着以后的罪人来代求。凡是接受主耶稣的，上帝都要赦免因。咱若是接受主耶稣伫咱的心内，耶稣也是要赦免。但是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边头等两个大犯人，耶稣伫中头，一个是正边，一个是倒边。圣经怎样讲路加23章39节安尼讲，39节到43节安尼讲。伊说，甲伊当顶的两个犯人，有一个咧讥笑耶稣，是耶稣啊！你敢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王的意思。即可以救家己，甲阮啊！你都是王啊！你用救家己，甲救阮啊！但是另外一个边头的一个人，迄个犯人等伫耶稣的边头，另外一个人，伊就责备迄一个讲话的人，责备讲：你既然是甲阮撒旦受刑啊，你还阁无惊神吗？你犯罪啊！你无惊神吗？你阁来你来讥笑即位，伊是无罪啊，无叫咱送啊！咱是应该的，因为咱所受的，甲咱所做的，罪有应得啊，是相称的。但是即个人无有做过一件无好的代志，连一件拢无。毋但伊安尼讲迄审判官来审理，伊说我无发现耶稣到底有啥物罪啊？你看一个无罪的人，竟然甲罪人送顶伫这个最底大的大罪人的边头，甲罪人送一挂咧地顶受刑罚。别人地顶是应该，但是耶稣是无应该，伊无做过一件无好的代志啊！伊就讲迄一个犯人伫十字架顶讲，伊说耶稣你得国的时阵求你纪念我这个罪人啊！耶稣听到这个人讲时阵，就对伊讲说我现在甲你讲，耶稣安尼讲，我这时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要入去到乐园内面要去乐园内面。乐园是啥物所在是怀得救的人暂时伊灵魂暂时住伫内面的。将来有一日耶稣第二摆搁再来跩死去的人会复活属耶稣的人会复活，你到天国内面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顶所发生的代志。所以你看主耶稣，伊为着这个人伫十字架顶接受主耶稣，就互人得救。咱今仔日有真侪人硬着心，毋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轻看耶稣毋接受伊，有诶说谩骂耶稣。但是做即款诶人，伊若无认罪悔改你知伊将来灵魂会去到倒落非常的可怜所以主耶稣伫十字架顶在做这代志。那么主国活的代志记载伫24章，当耶稣讲出来下面的，抑个讲耶稣伫十字架顶一共讲7句话真重要
最后伊讲成了，就去就断了。成了是啥物意思啊？伊做成了上帝来叫伊来到世间，所要做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刑罚，叫相信的人有法通得救，得到永生，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成了。耶稣去就断了，则有人就将伊对十字架顶放落来。有一个人就自愿的叫做约瑟叫做约瑟，是这个义士，这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人，要求将耶稣的身躯伊放咧因家己的这墓内，这个墓是也阁未撞着人呢，毋捌撞着人的就放伫内面，所以耶稣就放伫内面，外面一块大块石，甲你拄咧，然后有冰钉固咧，然后有一个二条甲你搭咧，人袂用咧随便开咧，因为惊跩人耶稣说要复活，我咧惊有人偷去，所以有冰钉佫固咧。圣经讲到7日24章24章的第1节，伊讲7日的头一日天光透早的时阵，有一间妇人人带着所有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就是要来抹耶稣的身躯啊。看去石头已经互人滚开了因就入去看一摆咧，只是无看到主耶稣的身体伊入去无看到耶稣，本来是徛咧一块石头顶面石床顶面耶稣无伫内面咯所以伊正伫咧摇旗的时阵，忽然间有2个人徛伫边头，衫裤发光，这就是天使出现所以妇人人惊面趴咧涂骹，迄2个人天使就对因讲为什么伫死人当中要找活人呢？伊无伫一搭咯，已经搁活咯着纪念伊抑搁伫加利利的时阵甲因讲的，伊讲我人子的确要被交伫罪人的手内，钉伫十字架顶，第3日要搁活天使提醒因，伊说耶稣抑搁活的时阵，甲因讲要互歹人掠去担死十字架，第3日要搁复活起来。哇！跩妇人人就赶紧行跩妇人想起耶稣的话，就挖倒去，就将所拄着的代志讲跩门徒讲跩使徒甲其余的人讲你看摆咧，这是耶稣搁活的代志。当然，伊死的时阵抑阁真轰动的就是地震咯，天乌暗咯，死人对坟墓走出来真侪惊吓的代志伊个耶稣开灯的时阵有发生出来真奇妙的代志。所以耶稣对死来搁活咯，耶稣对死来搁活是基督教福音内面最重要最基本的重要的信息内容福音的内容伫哥林多前书甲咱讲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什么是福音复活主耶稣复活就包括伫福音，就是伫福音内面伊讲保罗讲兄弟我今仔日将以前所传讨恁的福音讲福音甲恁讲这福音恁领受了，就是接受了，如果靠着这个福音有通徛咧调，就是得救并且恁若是无多年相信，就是真实的相信耶稣对耶稣这项代志有法通
持守这个信息哦，所传托恁的这个信息哦，就的确要因着这个福音来得救。意思就是说，你着相信耶稣对死来个活，这项就会靠着这个福音啊来得救。这个信息，靠着这个信息来得救。伊说我当日吼所领受佮传托恁的，第一啊就是基督个照着圣经所讲的，为咱的罪死了。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是为咱众人的罪死了，代替咱的罪钉死十字架顶，而且埋葬了。又搁照着圣经所讲的，第三日搁活了，并且显现互基法看，互彼得看，然后显现互12个使徒来看。使徒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定定叫耶稣做阵的迄12个。第六再讲，后来一时啊，佫显现互500个兄弟来看，互因看去，其中一大半到这个时也佫活咧。意思就是保罗写这本哥林多书，迄个时阵也佫活咧。所以落尾显互保罗看，咱看。有真侪人500几个人看到国活的耶稣，到耶稣同行同食同生活，所以这个时机了后，然后才升天。所在看到耶稣的拢是见证人啊，12个门徒是见证人，当时看到耶稣是见证人，咱今仔日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也是见证人，因为因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今仔日咱的这个耶稣国活的这个信息，也就是福音，主耶稣国活的这项代志非常的重要。伊重要性伫倒咯？为什么重要呢？有几个原因头先这个原因就是伊见证了上帝的大能力。上帝若无大能力，要怎啊互一个死去的人会阁活呢？既然咱相信上帝是真神，既然咱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既然有这款的权能，伊也是有法能互一个死去的人阁活起来。耶稣对死来阁活，也就是显明上帝的权能。上帝有掌握天地万物的主权，伊也是掌握人的生命、死亡阁活这项代志。所以耶稣阁活的代志是显出上帝的能力。我等耶稣上帝无即款互死人阁活的能力上帝就无值得咱信咯。因为耶稣既然 promise 应允说死人会阁活，耶稣会阁活，耶稣若无阁活，就证明说耶稣上帝无能力无权柄，无能力无值得咱相信，无值得敬拜上帝咯。因为这个死阁活这项代志是世间人也毋捌做到的，也毋捌拄到的，科学是也袂做到的。只有上帝的权能才有互生命死了阁活的，只有创造生命的上帝才有法能互生命对死来阁活起来。只有上帝有法能叫咱对生命、死亡的惊吓，有法能脱离这个惊吓甲恐怖的代志。所以保罗讲只有上帝可以提起了死亡的毒教的这个权柄。死亡是一款的权势但是毋是无法。你好嘢袂做咧，在世着死。我是做总统的啦，嘛是照着死。我是做王的啦，嘛是着死。我是较几落面汤咧脆慢慢压的钱迄个伫我底啦，嘛是着死。
时间到了也是着死。所以死亡是一款的关系啊，对古早到今仔日吼捆绑伫人的生命当中啊，人无法通说死啉若啉到，无一个人有法通说所以保罗啊，伫哥林多15章54节到55节迄搭安尼讲啊，咱即个会朽坏的身躯哦，会变成袂朽坏的；即个必死的身躯哦，要变做袂死的，真奇妙。正亲像圣经讲啊，死就被德性吞灭咯，的话会应验咯。哦，死会拖即个国活哦，这项代志等于吞灭起来。哦，这个应验咯，这个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经讲，保罗讲说：死啊，你得胜的关系伫倒落啊？死啊，你的毒钩伫倒落啊？啊，所以哦，死的毒钩哦，就是罪的关系，就是这个律法啦。所以耶稣对死内面啊，对坟墓搁活出来，是来提醒咱啊，是提醒咱什么啊？就是上帝对这个生命啊，甲这个死亡哦，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柄。除了伊以外，无有人即款对死亡的搁活的权柄。无人有法通对这个生命甲死亡最高的权柄，就是上帝。过来呢，耶稣的国活哦，是人类国活的一个证据啊！啊，耶稣国活啊，就是人类哦，也是会活起来做一个证据。敢会人会国活？因为耶稣国活了啊！为什么耶稣国活？上帝佫会活起来啊！上帝兼有即款的权柄，敢若无？上帝就创造天地万物啊，对无变有啊，啊，对无生命变做有生命的啊，生命伫上帝手内。既然上帝创造生命，伊也是法通互一个死去的生命都复活起来。上帝若无即款权柄啊，咱毋能够信伊咯，因为叫别物宗教上啊，全世界的宗教哦，拢是一个教主啊。所有的教主哦，甲人做好，但是无一个教主说你死了有法通国活，无法通 promise， 无法通应允咱安尼。独上帝圣经的话应允咱安尼。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啊，实在是感觉真欣慰，真值得人欢喜感恩的时阵的代志。因为咱的上帝为着要拯救世间人，都诚做肉身啊！上帝诚做肉体，诚做人的权势，降临来到世间，来受苦受难，最后钉死十字架顶，来代替咱犯罪的人啊，来受刑罚。咱若信伊，咱就毋能够受刑罚咯；咱若信伊，咱就有永生啦。这个死就袂临到咯。好，搁活了。所以人啊，拄着这三项最的困难的，就是罪恶、痛苦和死亡。伫耶稣搁活这项代志啊，耶稣为着咱的罪过，代替咱受刑罚，咱的罪相信受赦免了。痛苦呢？虽然基督徒也是会痛苦，会拄着代志，但是这痛苦是暂时的，将来有要永远的荣耀偏好着咱，并且咱活伫世间一切痛苦，借着基督圣灵的安慰，互咱有平安，互咱知影有信心，咱的身体一日要国活。也要赢过了这个死亡这项代志，所以这三项啊，人类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罪恶、痛苦、死亡这项代志。
食着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定死，咱的罪得到赦免，咱会得到永生。主耶稣复活，咱就永生，咱也是会复活起来。伫耶稣内面，拢得到解决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当中啊，保罗解释国话的重要性啊。哥林多教会一家人当时的保罗的时代也阁无相信世人的国话的代志。但是保罗伫即章啊，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伫即经文当中啊，列出几若项。如果若无国话，咱所传的信息，咱是一款的较灾难的效果啊，是无好的效果。头一项无好的效果啊，那基督若无国话啊，头一项无好的效果是啥物？咱所传的无有意思咯。咱所传的信息，因为咱传啥物啊？咱传的是耶稣对死来国话咯。换等耶稣若无国话，圣经讲，若基督无有复活，咱所传的就是枉然的咯。啥物是枉然啊？无当用咯，空的咯，白白讲的咯，也未实现，就叫做枉然的。第二项，耶稣若无国话，咱所信的也就是枉然的咯，枉然啊，枉然就是白白信的咯，戆戆信，白白信，信无影无遮的代志。所以圣经讲，恁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换等基督若无国对死来国话。第三项，耶稣若无国话伊说所有见证人啊，甲传道人拢是骗子、骗人的。换等耶稣若无国话顶摆过去真侪人看起耶稣，我看到耶稣对死来国话，甲伊讲话，甲伊生活，看到甲伊杀甲食，跩见证人。伊讲我看到啊，500几个人看到，跩见证人是骗人。咱传道人跩牧师来讲圣经的，讲耶稣国话，咱若传说耶稣对死来国话，赢过这个死亡。换等耶稣若无国话，咱就是骗子啊，骗人，讲无影无遮的话，所以真危险啊。第四项，那耶稣无国话，无一个人有法通得救啊。信主的人袂得救，跩无信主耶稣的人也是袂得救了。因为圣经讲，耶稣若无国话，恁信的就是当然的，恁会做犯罪地咧。恁仍然伫罪恶内面啊！因为耶稣无赢过死亡咱也是着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的代价就是死咱若无对死来讲话，咱会做犯罪地咧，无得到赦免所以耶稣若无讲话信主的人也是袂得救，无信主的人当然袂得救。第五点，所有以前的信徒也是会灭亡。咱现在信主，过去的真侪一代，搁再一代几啊千、2000年的跩日子真侪人信主耶稣，因怀过去的人袂复活，因也是会灭亡咯。第六项，基督徒伫这个地球顶面是变做真可怜待的人耶稣若无过对死来讲话咱跩信主的人基督徒是诚做地球顶面最可怜的一般人。所以圣经讲伊说咱若靠基督只伫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搁较可怜待。因为真侪基督徒相信主耶稣，为主受苦传福音，甚至有去顺道，掠去互人杀，掠去烧，掠去互精神野兽去食，活食死假死。那么因跩为主受苦的跩人就白白的
咧活咧时做哦，抑搁即项袂做，迄项袂做，为伫道德顶面啊，真谨慎小心，袂随便去做歹代。但是遐个抢劫遐歹人，哦，做真侪歹代，享受世界的荣华富贵，搁做真侪歹代时做吼，因啊有法通享受，活等基督若无搁活，啊，咱就。看那这样，咱圣经甲咱讲啊，说若是死人无够活，基督无够活，咱就食念，因为明仔日就死咯。咱只管直直伫遐咧诉讼啊，也毋免阁惊啥物道德的问题啊。因为死是一款的刑罚，这个死就是永远的落去永恒的迄恶内面。所以这基督若无够活吼。咱也无相信这项代志啊！咱是甲世间人是食啉吼，去水咧，做你去叫去红诶，因为将来也无死就是死咯，也无搁活咯，活咯好人就叫天堂去，死人也无本来是着受刑罚的，但是也无受刑罚咯，无啥代志咯。所以啊，50。80个，所以我亲爱兄弟姊妹啊，伊说恁吼着坚固，毋通摇动啊，着常常出力啊，哈，来做为主来做工，因为知影吼，恁的劳苦伫耶稣内面啊，毋是多年的，毋是空空的。所以既然耶稣对死来个活，咱信主的人活的时阵来服侍主。荣耀主来甲兄弟姊妹来传福音，真温馨的服侍主，带人信主，将来会得到赏赐，将来要得到拯救，永永远远的甲神同在。换当主若无搁活吼，全拢是空空的。所以咱为主努力。来服侍主啊，毋是多年，咱的劳苦毋是无当用的，所以咱应该着怎样啊？咱感谢上帝，互咱有法通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来伊为咱埋葬，第3日佫复活起来。因为主耶稣佫活，咱也是有信主人，也是甲伊相同而佫活。对死来个活，咱应该着唱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因为死毋是咱人生的结局，因为咱也阁有将来永远的盼望，阁活的盼望。所以阁活，主的阁活是一款的盼望，永远的荣耀的盼望。咱啊唱的迄个诗歌吼。互咱真大的鼓励，因为伊活着 ，because he lives。这首诗是安尼讲：神差遣伊的听囝耶稣，被称为耶稣，降世诚侪人，写做来医治人的破病，甚至。写名为着赎我的罪过，这空的坟墓来证明救主耶稣活咧，因为伊活咧，我有法通面对明仔日，因为伊还阁活咧，我就毋免惊咯。我深深的知影，伊掌管着明仔日。生命，咱的生命就充满着有价值，因为伊阁活咧，耶稣阁活咧。你感觉生命有价值啊无啊？是食啉，然后死去就受刑罚了吗？毋是，咱活伫世间啊，因为有主活咧，咱也是活，咱生命有价值。第3则讲。当咱行完人生的道路，面对死亡甲战争的痛苦的时阵，
救主为我来战胜了这个死亡。伫荣耀中，我看见救主，伊也阁活咧，因为耶稣阁活咧，我有法通面对着明仔日，因为主耶稣阁活咧，无阁再有惊吓的代志了。我深深的知影，伊上帝掌管明仔日，生命充满着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主也阁活咧，上帝的独生子对世来阁活，咱才有盼望，咱才有将来，咱才有永远的福气。这是上帝对咱的应允。所以兄弟姊妹，你今仔日可能临到各款的困难、重担、忧愁、惊吓、困縛内面袂快乐。当咱伫苦难当中，咱想到耶稣毋是死的耶稣，是活的耶稣。咱困难，咱祈祷，耶稣伫咱边头，伊听到。耶稣知影咱的痛苦甲问题，咱甲因讲，耶稣是担当咱罪过甲烦恼的代志，所以只要来到伊的脚前来求。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兄弟姊妹，你今仔日信心如何呢？是毋是倚靠这位对死来阁活、得胜死亡的耶稣，咱的救主呢？咱三合额头。亲爱的主啊，阮多谢你，借着今仔的信息，主耶稣对死来阁活，战胜了死亡，为着阮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中。我若相信接受耶稣伫阮的心内的人，阮虽然死了，也有人得到永生，将来会盼望上帝迄个荣耀的所在听候着阮，所以阮毋能惊。阮信主的人是有福气的，是有盼望的。感谢上帝，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深深的刻条伫阮的心中，同阮一个勇敢、有信心、有光明的盼望，听候着阮。感谢上帝的应允，感谢上帝的听通，叫信实。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